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宜兰市延平路站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火烧，消防是对内底救出2个查甫人，送医了，医有关是救无倒来。一楼的大火，甲铁门拢烧甲红红，消防队赶紧牵水线拍火，因为还阁有人掉伫内底。有2个人住里面，他是租屋的，他还没有出来，还没有看到。这2位都是身体不便的症状吗？一位身体比较不便，他是需要坐轮椅啊，坐电动车。火势控制了后，消防队员对1楼后壁的巷仔入来抢救，救出来的这个是新长者，也那另外一个受困的民众是伫3楼发现，不过找到的时，拢已经无性命现象。首先在其中一户的1楼后门发现一名受困者，当下接欧卡积极救出，送医大福利。那随后在3楼的正面的门后方也发现另外一名受困者手臂2米，都受欧卡，都送往大福利。2个人拢救无倒来。这个火灾是发生伫宜兰市延平路一栋3楼的透天厝，西北暗时8点外导火，佮拖去到隔壁栋。附近居民表示，哪是有听到爆炸的声音。起来看火都一下卡，一下卡装入去，出来。是你隔壁迄间嘛？是啊，那是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嘛？你感觉？你有听嘣嘣嘣是？我看是种电动车，电动车插电的。附近的住户表示，2个死者拢是厝脚，其中一个是中风行动不便，另外一个是烤草的工人。详细身份甲导火的原因，还佫需要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